大家好啊，我係 Jackie 老師啊。最近咧有同學問我複數點樣計，因為佢要考高考，同時咧佢嘅學校咧就冇教過佢複數點樣計嘅。咁我喺呢一度咧就同大家講解一下複數係點樣得嚟嘅先。咁為咗解方程嘅需要咧解 x 平方等於負一，負數係開唔到方嘅，於是乎咧無解，咁點算咧？咁就引入咗一個新嘅單位呢個就叫做 i。咁規定咗呢個單位 i 嘅平方咧係要等於負一嘅。咁於是乎對於呢題嚟講就會得出 x 平方等於 i 嘅平方。咁 x 咧就會等於正負根號 i 平方，咁跟住就會等於正負 i， 於是乎就解決到呢個負數開唔到方嘅問題。咁呢條方程就可以解到出嚟啦。